天真的已经把我迷疯了，已经要。哇塞！你叫我们家君越出来营业一下嘛？他还没出来吗？交给他了。你给他发个微信个流星，发个微信个流星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啊！微信还没加。这就是你的错了，是我的不对了，对不起。陈丽君太帅了，是吧？我知道。你也很美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要生气啊。哦。我们今天好美，小姐姐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今天我跟万妮达，我们两个人想要尝试体会一下那个转圈圈吗？抱着转圈圈，是不是？是元宵啊？对，没错，就转圈圈嘛。对。啊！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们体会一下？抱了没有？好呀。然后我又去了之后，他真的一搂，我疯了，他太帅了。他搂了你吗？太帅了！哇塞！那下次给我们也来一把吗？可以，我可以给你们做演示。我想看，我们想看，也过来营业一下吗？想跟他学唱戏，真的。哇塞！姐姐太有眼光了，很有品味，厉害！我们家流星，杨九不到，他们都在夜景。你问他也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哑巴。他是哑巴。是，感恩。上魂穿你吃杨锦华。啊！我魂穿，说什么没懂？魂穿，我亲他。对不起，今天我的心是陈丽君的。姐姐。杨锦华上第1分钟。没有，上半截也非常好啊！哎，我爱你，何洁。你们和平点啊！爱你们呢！我彼此啊！有15个现在。一把年纪了，谢谢你，拜拜，姐姐拜拜。